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阿偉的生活主義。新森林一向出名係食焗飯，佢係我最愛嘅餐廳之一。早一個星期去食過，真係回味無窮。今次就再試下其他嘅菜式。先講餐湯，呢碗雜菜湯誠意十足，番茄味濃郁又有層次，酸甜平衡得好好，蔬菜索滿湯汁，口感啱啱好。蒜蓉包更加係驚喜，蒜香味撲鼻而嚟，而且佢烤得夠脆，蒜香味突出，外脆內軟，邪惡到一個點。就咁食已經好好味，點埋個雜菜湯一齊食，直情係升天嘅享受。跟住係流心蛋芝士火腿西多士，係好驚喜嘅菜式。菜單上嘅相唔係照片，多士炸到金黃色，流心蛋做到流心嘅效果。半溶嘅芝士同火腿片夾喺多士中間，每啖都咬得到嗰種鹹香同肉香。設計呢道菜式嘅大廚簡直係天才，流心蛋、火腿、芝士呢個配搭已經係天衣無縫。近年比較少食牛，原因係大多數餐廳嘅牛都唔好食，就算酒店都唔好食，所以我要挑戰一下新森林嘅牛扒會係點。佢 well done 嘅牛肉，但竟然做到肉質鮮嫩夠腍，牛肉味突出，而且冇雪藏味，呢個係值得一讚。午餐雜扒包括煎豬扒、煎雞扒、煙肉及脆皮腸。煎豬扒肉質軟腍多汁，毫無乾柴感；煎雞扒外皮香脆，肉質嫩滑，形成強烈又完美嘅對比。而且肉質夠豐富，煙肉同脆皮腸嘅鹹香氣突出，特別係煙肉煎得夠脆，令人胃口大開。新森林由佢成立到今日越嚟越厲害，菜式越嚟越豐富，的確係見證佢不停地改變。呢個係我一直去食新森林嘅原因。佢不停地創新，亦兼顧固有客戶嘅味覺，呢個係極難得。喜歡呢個 post 請 like 同 share 支持一下。